国立台湾美术馆伫文化部的支持下，透过家庭美术馆的计划，到即卖已经出版131本艺术家的传记丛书，以及呢41期相关的纪录影片，并且伫拜二举办的联合发表会上，头一摆公开今年度的10本的传记丛书甲4期影片，华视嘛将抢先播出这个珍贵的艺术纪录片。 台东卑南族原住民头目哈古透过木雕传达部落文化，空间画家郑瑞坑伫9分写成累积艺术能量，独步台湾画坛。伫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这场家庭美术馆新册影音联合发表会场，这个艺术家的故事一一重现。封建艺术史的话，不只重视艺术品，重视艺术家本身。我们应该重视艺术家从事创作过程里面的所有档案文献资料。家庭美术馆的丛书已经出版了超过130册影音记录的部分呢，也已经超过40期。 敢若今年国立台湾美术馆又搁全新出版10本的艺术家传记加4期纪录片。公共集团董事长陈玉秀加华视总经理庄宏嘉嘛出席盛会，并且将安排这艺术家的纪录片伫华视加教育文化台播出，和本土艺术更较接近民众。